is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 I was lost, but He brought me in. Oh, His love for me. Oh, His love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Free at last, He has ransomed me. His grace runs deep. While I was a slave to sin, Jesus died for me. Yes, He died for me.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chosen, not forsaken. I am who You say I am. You are for me, not against me. I am who You say I am. I am who You say I am. Who the Son sets free, oh, is free indeed.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In my Father's house, there's a place for me. I'm a child of God. Yes, I am. Who am I that the highest King would welcome me? 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弟兄姐妹平安！来，我们一同起立来，向我们这个独一的真神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抬起我的头。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仔细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仔细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
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思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从头来，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我仔细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思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思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再次宣告不灰心，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用心来唱。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思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思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再一次宣告，我要抬起我的头。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大声宣告，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神。拍掌，将你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耶稣为我们降生，他死后复活，他是我们一切的盼望，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
稣为我降生，他名是以马内利，基督战胜死亡，他已折断一切重恶，他为了爱谦卑自己，赎我的罪，与我同在。神的荣光照耀着我，在主爱中自由释放。他名是奇妙这事，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耶稣为我降生，他名是以马内利，基督战胜死亡，他已折断一切重恶，他为了爱谦卑自己，赎我的罪，与我同在。神的荣光照耀着我，在主爱中自由释放。他名是奇妙这事，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名是奇妙这事，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再宣告，他名是奇妙这事，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请坐。献上尊荣，我们理当献上尊荣。耶稣基督，荣耀父神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耶稣基督，荣耀父神彰显，
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唯有你名被尊崇伟大，最小部落到最大国家，凡有气息都归荣耀给你。献上尊荣，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我们这时候要来举行圣礼典，欢迎每一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主的圣宴。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保罗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饼祝谢，所以我们要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一起来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现在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杯为圣，让我们领受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在你的恩典中来成长，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新约为众人的罪所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小会员长老们来分饼和杯。欢迎每一位已经接受成人洗礼和坚信礼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如果我们还没有成人洗礼或坚信礼，请你暂时先不要来领受，等到你参加完 A1 的造就课程，明白信仰，接受洗礼、坚信礼，再来领受这个圣餐的饼和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众人的罪流，为了要使我们得着医治。当我们拿到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请你先拿在手上，为你自己、为你个人来祷告。在新的2025年，为新的一年来祷告。当你的身体有软弱疾病，求主耶稣来医治你；当你的财务遇到缺乏，当你的生活遇到困难，求主耶稣来帮助你；当你的心灵遇到忧闷、遇到欠缺的时候，也求主的圣灵与你同在，为你自己来祷告，也为教会来祷告，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来祷告，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每一天，充满我们的全人、身心灵和家庭。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众人的罪所舍的。你们吃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说：“这个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众人所舍的，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是新约为众人的罪所流的，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祈祷。无所不能的父上帝，我们全心全意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成为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也再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上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做活祭时，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持续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能更荣耀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这时候要一起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和乐意。如果您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对上帝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在2025年，在你里面有新的盼望以及新的方向。主啊，谢谢你预备一些很多新的事物，求你带领我们能够更勇敢前行，为主你的荣耀而活。主啊，你是掌管明天的主，主啊，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的恩典也日日都在更新。主啊，我们现在要献上时间、金钱、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圣名祈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好，首先我们先来念2次本周的金句，是利未记16章31节。预备来，这是至圣的日子，他们必须禁食，不可工作。这些条例是他们应该永远遵守的。再次，这是至圣的日子，他们必须禁食，不可工作。这些条例是他们应该永远遵守的。好，利未记16章31节。好，下一页帮我控制一下。好，本会的报告，1月份小组聚会时间是1月12跟19这2周，其余的时间暂停，请各小组注意。在教会的1楼有社教60周年宗教改革之旅的行程说明书，大家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哈？德国。好，欢迎，如果有兴趣的会友欢迎去索取。那如果有兴趣的有早鸟优惠价，说明书长这样哈。有兴趣的有早鸟优惠价，在1月15号以前报名就可以有折扣。好，再来。本主日刚才上一场礼拜已经举行了第1次的洗礼，那成人洗礼的有薛兰芳，下一页，下一页。好，有薛兰芳、郑嘉欣、严玉珍、杜初之、邱显文。坚信礼的有2位，黄以宽、黄以荣。信仰告白
是张真兰，小儿洗礼是张馨宇，他爸爸是张志佳，妈妈是叶依玲，欢迎他们成为迦南教会的一员。好，那我们也欢迎成人会籍从洪恩教会转到本会的是他们一家人哦，潘其庸以及陈美霞，大女儿叫潘思娣，小女儿叫潘思瑜，也欢迎他们成为家人。好，敬拜部的报告，今年度庆生改为每个月的第2周。所以今天不庆生，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庆生。所以1月份生日的寿星，下个礼拜记得要来，我们会现场赠送寿星小礼物。好，再来下一页。那333祷告会呢？从这个月开始呢，我们祷告会会有个更动，每个月的第1次礼拜3的祷告会，在33号，就是这里举行，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那地点就是33号，所以叫做333祷告会。那下个礼拜的主题是要为财务蒙福来祷告。如果想要赚大钱，好，记得要来，欢迎来参加。那再来下一页，花卉造景小组的定期会，本主日1点在1楼大厅集合，要撤除圣诞的装饰。好，再来。侍奉部报告，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理监事在上个主日已经完成交接，感谢上一届理监事的辛劳。在协会有新聘募新的同工，首先是协会总干事是张木轩弟兄，人有在现场吗？好，没有。再来是据点的赵福元、陈美秀姐妹，她们2位从1月1号开始就任。好，再来装备部报告，今年的1、2月圣经共读线上的圣经共读暂停，我们以灵修笔记的方式来进行。那灵修笔记进行的方式记载在周报的第5跟第6页。在社教60周年全教会信徒的退休会，是全教会的信徒都可以参加。好，那详情请见周报的第8页。那报名的截止日在3月16号或一直到额满为止。好，再来，好，这是陶家储蓄互助社的报告。这个主日呢，没有在教会没有代收的服务，那所以如果有要存钱的，或者是要承办什么业务的，请直接到社办公室办理。好，再来。陶家储蓄互助社在1月19号主日的下午1点，在49号的2楼要办理第1次的社员大会，敬请储蓄互助社的社员踊跃参加。这次的社员大会是有摸彩的。好，再来肢体的消息，永成组的翁吕红昭姐妹，她在12月31号蒙主恩召，享受91岁。那她定在1月25号礼拜六的12点20分，在商宅举行入殓礼拜。1点是告别礼拜，3点是在芦竹生命纪念园区举行安葬礼拜。那1月23号晚上的7点半，也是在商宅举行家庭安慰礼拜。那地址是在民生路824号。那因为洪昭姐他们整个家族只有她一个人信主，所以要特别为她的这个家族来关心、来代祷。如果时间上允许的兄姐欢迎来参加他们的所有的告别、安葬以及安慰礼拜。好，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再来下一页。
好，今天有来宾，第一次新来教会的来宾，第一位是邱世光弟兄，请问，好，在那里，欢迎你，欢迎你，谢谢。世光弟兄是住在大有路，桃园大有路，介绍人是秀慧传道。好，再来是沈玲娟姐妹，请问，哦好，也是在那里，欢迎你。玲娟姐是住在万寿路，介绍人是陈淑贞。好，是我妈妈。好，欢迎你。再来下一位是陈秋玲姐妹，请问陈秋玲姐妹有在现场吗？好，在后面，欢迎你。她在之前在恩宠灵粮堂聚会，好，欢迎你们。再来下一页。好，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攻读圣经，在利未记16章29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人要永远遵守下列的条例。每年7月初10，以色列人和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侨必须禁食，不可工作。在这一天，要为他们行赎罪礼，洁净他们，使他们在上主面前洁净。这是至圣的日子，他们必须禁食，不可工作。这些条例是他们应该永远遵守的。那依法按例继承父亲执行祭司职务的大祭司，要行洁净礼。他要穿上祭司礼服，为至圣所、上主的圣幕、祭坛、祭司和全体会众举行洁净的礼仪。这些条例必须永远遵守。这礼仪每年必须举行一次，为以色列人民赎一切的罪。于是摩西遵照上主的命令做了。接下来要请陈柏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他今天所要分享的是在新年称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灵命更平安，心情更喜乐，身体更健壮。好，大家祝福一次：灵命更平安，心情更喜乐，身体更健壮。好啊，想要得到这样祝福的，请说阿们。好，感谢主。而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要为台湾加油，为迦南教会来加油。大家说一次：台湾加油，迦南加油。好，能够如同去年2024年一样，能够拿到世界金牌哦。好，虽然迦南教会不一定会拿到世界金牌，但是迦南教会好跟着台湾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好是我们的祷告和期待。在新的2025年当中，我们今年会读到的圣经，好有这几卷，从利未记开始到年底的约翰1、2、3卷书，而这当中用黄色标记下来的，就是有路加福音、雅歌使徒行传、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7卷书呢，是我们今年要一起共读的书。而在其他没有共读的书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用什么方式呢？灵修笔记的方式。还记得上礼拜介绍灵修笔记有5个口诀，第一个是什么？读圣经。我们看周报第5页。第2个挑金句。第3写感受。第4今日事。第5今日必。好，来再默记一次。第一个是要读圣经，第2个挑金句，第3个写感受，再来今日事，最后今日必。好，你已经有开始在写灵修笔记的，请举手。好，没有举手的人，请大家努力，大家加油啊！好，今天开始，等一下礼拜回去结束之后，好，如果你已经有准备灵修笔记，好，就请你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周报第6页的地方空白的地方，能够写在这里。好，今天的经文好是利未记的第6章8到30节，你就把今天的经文读完，要朗读出来，然后呢挑一个金句写在第一个空格，再来把你今天读了这段经文的感受，好，你有什么样的领受，或是学习，或是疑问，把它写下来。第3个，为你今天当中的优先要做的事情，好，写在灵修的笔记上面，而去记录。最后，好，为着今天的这些事情，求圣灵来帮助你。当你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的时候呢，好，在新的一年就能够灵命更平安，心情更喜乐，身体更健壮，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除旧布新，也能够带领我们经历感恩的2024年。我们相信在2025年当中，上帝要给我们更大的应许，给我们更大的恩典，也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和更大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也透过你在一年开始每一天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都能够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大家没有写灵修笔记？好，我相信跟我们一开始读的这卷书《利未记》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1月1号参加跨年祷告会完之后，隔天回去开始写灵修笔记。打开《利未记》读了之后呢，合上之后，脑袋一片空白，就决定我今年不读了，不参加了，因为完全听不懂。其实《利未记》这一卷书不是很容易读，但是当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利未记》这卷书有3个元素，我们一定要先抓住，你才能够去融入在《利未记》的每一章当中。第一个是祭物，第2个是祭司，第3个是赦免。我们一起来说一次：祭物、祭司、赦免。利未记的1到7章讲到跟祭物有关，为什么要有这些的祭物？而它被献上、被摆上，它的功能代表是什么？而8到15章就是当这些祭物都有了之后，谁来处理？谁来奉献？那他如何把它完美的献给上帝，而不会被上帝退货？好，这就是8到15章在讨论的。而16章是整个利未记的核心，就是这些祭物和这些祭司，他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部分之后，而上帝真的悦纳接受这些祭物之后，上帝就同意愿意赦免我们。好，所以这是个关键。所以看起来没有祭物，上帝不会赦免我们；没有祭司，上帝不会赦免我们。如果没有祭物、祭司，好，或是只有祭物、只有祭司，但是没有得到上帝的赦免，再多的祭物、再多的祭司也没有用。所以读利未记，好，要抓住2个重点：第一个是称义，第2个是成圣。在1到15章呢，讲到称义的部分，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如何把我们一年来所累积的，或是一辈子所累积的这些的罪恶，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好，能够站立得稳，好，这是称义。上帝说：“你可以过来，你可以亲近我。”而当我们被赦免、赎罪、赦免，上帝接纳之后，我们如何不再去犯罪？如何能够保持圣洁的生活？就是成圣。所以这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新年称义；下礼拜要分享，就是在新年成圣。2次透过利未记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还能够与神同行。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再对他说，我们还要与神同行，我们还要与神同行。所以称义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成圣就是我们能够持续的与神走在一起。而利未记的这卷书的结构很特别，就是1到7章可以对照26到27章，讲到献祭和祭物；而8到10章可以对照是23到25章，讲到祭司和敬拜；11到15章可以对照是17到22章，讲到洁净和不洁净、卑贱和圣洁。而这当中好的核心是在哪一章？16章。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好，礼拜的所使用的经文呢，好，是第16章，讲到了关于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做什么日？赎罪日啊，好，赎罪日。好，所以我们明白祭物，明白祭司，明白在赎罪日这一天，上帝为什么愿意赦免人？不是时间到就自动赦免，好，不是这样。
而是必须要有一批的祭物被献上，必须要有一群的祭司，他们各尽其职，然后在赎罪日的时间，好，对的时间、对的人、对的地点、对的日期、对的方式，一切都正确之后，而上帝就会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称义，而且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与神同行来成圣。但是，当我们在去年读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一件事实：利未记已经被取代。利未记已经被取代了啊！利未记不用再读了，也可以不用读利未记。那为什么还要把利未记放在圣经当中呢？既然利未记所有的献祭都已经被取代，那么今天到底为什么还要把它留在这里？好，我相信，我们这也是今天牧师的信息，要帮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读利未记。我们先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7章17到19节，请。因为圣经见证说，你要依照麦基洗德一系永远做祭司，这样旧的条例被废弃，因为它软弱无能，没有用处。摩西的法律不能够使任何事达到完全。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盼望，借着它，我们可以接近上帝。好，这是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在2019年翻译的版本，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把这段圣经读出来。如果我们读的是和合本，叫做1919年的和合本，好，跟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差了100年。好，如果你用和合本在读圣经的话，你都是在用100年前的中文在理解圣经。但是已经100年的时代在改变，圣经要改变，好，所以我们都用现代中文译本，好，能够透过圣经的修订，让原文能够跟现代的时代更结合。而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旧约的圣经，特别是在利未记当中这些的条例、诫命和规定，已经变成软弱无能，没有用处。换句话说，已经被取代了。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被谁取代？旧约这些利未记的祭物，谁取代了这些祭物？这些祭司，谁取代了这些祭司？所谓的被上帝赦免，谁能够做这么伟大的事情，让上帝可以赦免所有罪人的罪呢？你们知道答案吗？好，是谁？好小声哦，是谁？耶稣。是因为耶稣基督，圣经说他成为永远的大祭司，甚至他还把自己当作祭物，而这个祭物是一次的献上，没有任何的祭物能够取代耶稣，甚至耶稣成为那个止息上帝的愤怒，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他能够引领所有的罪人，带着一生全身所有的污秽和罪孽，能够亲近公义圣洁主。所以陈进兴曾经是10大枪击要犯，好，曾经列为之首。而他信了耶稣之后，耶稣能不能带陈进兴到上帝的面前？你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不可以。好，如果不可以的话，那这句话圣经都不成立。只要当一个罪人，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愿意让耶稣洗净他一切罪，即便他的人生是众人所嫌弃的，是那个周楚除伤害的那个周楚，即便他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渣，即便他是这个贪污的这个政治犯，但是只要他愿意相信，借着耶稣基督，耶稣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利未记已经被谁取代了？耶稣基督所取代。那么为什么还要读利未记呢？因为当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底耶稣他为我们做了何等的事情。我们不要只是以为耶稣圣诞节降生，耶稣复活节复活，然后耶稣在圣灵五旬节的时候升天，然后圣灵降临，然后每年就只记得这3件事情。而利未记让我们明白，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情。若不是因为耶稣，我们要做的事情可多了。我们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很大的功夫，而且呢只能够完全正确，你才有可能在1年当中的1天，得到上帝的赦免。其他呢，就要各自求其福啊。
利未记整卷书27章可以浓缩成4个字，这4个字叫做5祭7节。好，请大家说一次，5祭7节。5祭是哪5祭呢？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7节是哪7节呢？逾越节、除酵节、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和严肃会。这5祭和7节呢，所代表的就是一年，一个礼拜1天24小时，然后1个礼拜7天，第7天要不能做工，安息日，然后一年365天，在犹太历不是365，他们是363又多少的天，而这当中的循环，以至于人能够确定每一年的新年都能够 Happy New Year， 都能够新年快乐。所以这新年呢，是从犹太历的新年，跟我们的西历农历不一样，它是犹太历的7月1号是新年。而这5祭呢，所代表的燔祭就是全然的奉献，素祭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平安祭就是为了献上感恩，赎罪祭就是为了你不小心无心的过犯所做的，赎愆祭就是你知道你做错了，而你也承认了，你悔改了，甚至你赎罪，而且还要加上1/5的赔款。赔款，如果你贪污了1亿，你要再赔1亿2000万，这叫做赎愆祭啊。好，这就是5祭和7节。但是我们要知道，新年的期间，今天是2025年第一个主日，我们要从利未记的当中来学习，为什么犹太人过新年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在新年当中如何能够进入到神在新的一年当中要给我们的祝福。犹太人的新年是从吹角节开始，而吹角节当中呢，他们会用一句话，彼此来问候，叫做 Shana Tova。我们一起说一次 Shana Tova。好，你现在跟犹太人讲，他会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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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时间还没有到。好，但是我们在说新年快乐的时候呢，犹太人就会说 Shana Tova。好，他们的新年是从犹太历的7月1号。他们的新年快乐呢，这个意思呢 ，Shana Tova 代表是一个 Have a good New Year， 或是 a good and sweet New Year to you。愿你有一个又好又甜美的新的一年啊！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23章23、24节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每年要守7月初1为特别假日，要吹号角做纪念。大家聚集敬拜上主，不可做任何日常的工作，要向上主献火祭。新年当中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吹号角。所以虽然没有写吹角节，但是因为这一句话，所以新年是叫做吹号角那一天，在7月初1。7月呢，就是犹太历的提斯历月。我们说一次，提斯历月，就是我们现在西历、阳历的大概9月到10月的当中。最早有可能从9月5号开始，最晚可能到10月初啊。那它的算法不一样。但是呢，犹太历的7月提斯历月是犹太历的第一个月，是人、动物还有所有具法律效力文件的新年。在犹太人，他们相信犹太历的7月1号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那一天，第一天开始。而他们也相信犹太历的7月1号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巅峰，就是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的那一天，也是7月1号。而犹太人计算的这个吹角节，不是几月，7月1号是从逾越节开始来计算。逾越节就是之后的第163天，就是犹太历的新年。在犹太历的新年是一个吹角节，而在吹起号角，他们是用敬畏的心和忏悔的心，但不是痛苦，也不是悲哀。在这个过年当中，他们知道，在这个吹角之后，很快就会迎接上帝的赦免和赦罪，所以所有的旧的都要过去，新的要开始。所以我们有参加这个上个礼拜2的跨年祷告会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你有在线上也参加，也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
好，我们参加跨年祷告会就是除旧布新，就好像在过新年的意义。如果你都没有举手的人，好，你还有一次的机会，好，什么时候呢？好，今年的1月29号，好，我们有这个农历年，以及我们在农历的2月1号有这个新春感恩礼拜。你可以透过参加新春感恩礼拜，好像是一年当中的开始，吹起号角，而来领受上帝要给我们的赦免。赦免我们过去，它不是只有赦免那一天，是一整年所有的罪孽，可以确保那一年是活得幸福。有多少人希望在2025年能够充满幸福的？请举手。好，感谢主。好，没有举手人啊，你希望2025年是怎么样啊？多灾多难吗？还是多病多痛苦？好，再问一次，你希望在2025年是充满幸福甜蜜的一年？请举手。好，没有举手的人，好，可能我是要用台语还是用英文？好，但是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新的一年，好，是多病多灾难。我们都希望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关键在于，不是它会自动变成甜蜜的一年，而是我们要从犹太人跟上帝的关系来学习。所以犹太人过年他们会吃苹果，会吃面包沾蜂蜜。好像我们台湾人过年会说吃糖果加甜甜，然后呢生好心，好，这是以前的台湾人，好，但是现在叫假滴滴好桂泥，好，就是希望你吃的这甜蜜的滋味呢，让你新的一年有甜蜜的幸福滋味。所以这个 Shana Tova 就是祝你有美好甜蜜的一年，从吹角节开始。吹角就是唤起我们要敬畏神，要在神的面前来忏悔。而吹角节那一天开始，连续10天，好，到第10天，好，这都是一个悔改的季节，悔改的时刻。而这10天的第10天呢，好，是叫做赎罪日。好，我们一起说赎罪日。希伯来文叫做 Yom Kippur。好，我们说一次 Yom Kippur。好，所以你跟犹太人讲Yom Kippur，他就会眼睛睁大。这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当中，好，圣经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16章，好，利未记16章这样记载：以色列人永远遵守下列条例，每年7月几号？10号，就是吹角节的第10天，所有的人禁食不可工作。这一天要为他们来行一个礼，叫做什么礼？赎罪礼。所以这日叫做赎罪日。赎罪当中要洁净他们，使他们一整年在上主的面前能够洁净。而且这一天是至圣，就是最圣洁的日子，必须禁食不可工作。这些条例要什么时候遵守？永远遵守。而有了祭物，还要有祭司。这祭司就是依法按例继承父亲执行祭司职务的大祭司。所有的祭司都要来行洁净礼。祭司要穿上礼服，在至圣所上主的圣幕、祭坛、祭司全体会众进行洁净的礼仪。这些礼仪要永远遵守。而这些礼仪每年举行几次？一次。为了什么？以色列人民赎什么？一切的罪，赎一切的罪。所以新年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就是一个万物都更新，所以我们中文说万象更新，就是把所有的旧的通通抛在脑后，新的祝福甜蜜在前头等候你。而这关键不是它自动产生，不是你说10次的新年快乐，或是念什么的咒语，而是你必须明白赎罪日背后的意义。读了利未记当中，让我们学习明白。所以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第16章，好，我们读经很快，在下个礼拜，好，应该算下一个主日之后，我们就会读到16章。你就会发现利未记，好，在16章还有23章讲到了赎罪日这件事情呢。有一件事情，好，叫做代罪羔羊。好，有2只羊，这应该说3只羊，好，1只绵羊已经献祭烧掉，还有2只的公的山羊。这2只公的山羊，一只叫做代罪羔羊，代替世人的罪，成为圣洁，献给神；另外一只羊叫做什么？代罪羔羊，带所有的罪孽到遥远地方去的羔羊。好，所以这2只羊要抽签，抽到好签的，就成为耶和华的祭物。好，
就到上帝面前。抽到坏签的，他就要祭司要进圣殿，为所有人赎罪，出来洒血，出来之后，再把手按到另外这只羊的身上，公山羊的头上，然后用红色绳子把它拉到郊外旷野，最后从山上把它怎样推到山崖下，在那边当场摔死，摔到所有的骨头都碎掉，代表所有的罪孽都怎样一笔勾销。所以我们所有的上帝对我们的罪孽，通通都摔到山底下，一笔勾销。好，这很重不重要？很重要。那我要问的，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祭司，也是祭物。那耶稣他成为这代罪羔羊的哪一只？前面那一只还是后面那一只？两只都是，两只都是。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9章28节，请。同样，基督也一次献上，除掉了许多人的罪。他要再一次显现，不是来对付罪，而是来拯救迫切等候他的人。当耶稣他的降生，他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他成为前面那一只神所喜爱的。这是圣灵五旬节受洗那一天，他成为神，这是我的爱子，是神所喜爱的。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说：“阿爸父，照你的意思。”然后他说：“成了。”成了的时候，就有这个天，就有天，这天都变黑暗。然后呢，就有这个圣殿的会幕呢，这个隔绝的布幔呢，从上到下裂开。耶稣用他的血，把他自己摔得粉碎。然后呢，让这个圣殿呢有一条路，不再是隔绝的路，而是每个人都能够通过上幕，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完全的祭物，成为完全的祭司。而这赎罪日呢，就彻底的发生作用。所以，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利未记完全不用再去做利未记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而现在的犹太人、犹太教，他们还是会多多少少会在新年参加跨年祷告会，或是新春的感恩礼拜。然后他们会有3次的祷告，3次的吹羊角、吹号角，表示对上帝的敬畏。甚至有的还会去海边、到河边，把自己洗干净，洗去所有的罪。甚至会读弥迦书，神把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甚至他们会抖自己的衣服，这样抖3次，表示身上的灰尘都要把它抖落抖掉，也要抛弃所有的罪孽，让他们变得纯洁。有的也会写下1年来所有的罪愆，所有的得罪的、犯法的、不合神心意的写下来，写在纸上，然后再用火烧，表示洗净这一切。但是请问，今天基督徒需不需要这样做？你要做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不是一定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一切，所以我们的新年，我们都可以在新年因信称义。这段经我们在去年12月读过，邀请大家们再来读一次罗马书3章24到26节，请。然而上帝白白地赐恩典，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使他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上帝不惜牺牲耶稣，以他为赎罪祭，借着他的死，使人信他而蒙赦罪。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自己的公义，因为他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但在这时刻，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这样，上帝显示了他自己是公义的，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特别可以说灵粮堂，他们会在这个犹太历的新年非常的看重，甚至还会飞到耶路撒冷去参加全世界这个跟犹太人一起过新年。但是基督徒需不需要呢？需不需要在犹太历的7月呢？基督徒是每一天都是新年。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基督徒每一天都是新年。基督徒每一天都是新年。
我们在跨年的时候，好，我们跨了2025年。我们在农历年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除旧布新。但是呢，每一天，只要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每一次，当你相信吹哨角，我们警醒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有耶稣成为我们的祭物，有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再是特定的日子、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祭物、特定的方式，上帝才会止息他的怒气。好，不会，而是每一时每一刻，只要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完成了赎罪祭，就能够像过新年一样享受甜蜜的滋味。所以现代中译本说，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就是称义，就是有正确的关系。所以我们感谢耶稣成我们的大祭司，感谢耶稣成我们的这只的公山羊，代罪的羔羊，让我们知道在赎罪日，当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其实赎罪日就是每一个敬拜上帝的日子，每一个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刻，我们都能够领受赦免，领受恩典，能够像是欢庆的日子，我们能够庆祝祝棚节。所以利未记在下半段23到25章讲到7个节期，而这7个节期的第6个就是祝棚节啊，是几月几号？犹太历7月15号。好，所以考试一下，复习一下，7月1号是什么节？赎罪日。对不起，被牧师错误引导。7月1号是什么？吹角节。7月10号呢？赎罪日。7月15号呢？祝棚节。好，所以他们的新年是一连串的时刻。而祝棚节几天呢？7天。第7天晚还有一个安息日，好，所以是7+1， 8天。这8天当中呢，他们要拿果树最好的果子，好，放在帐篷里面，用棕树枝、茂密的树枝和柳枝搭一个棚子。好，搭一个棚子，然后这8天里面呢，就住在这棚子里面来欢欣庆祝。好，这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好，差不多在10月，好，10月的时候，好，也是秋天，好，他们要进入冬天，他们要庆祝这节期，成为他们的条例。而为什么要住7天呢？我们一起来读第43节，请。好使后代知道，上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曾经使他们住在简陋的棚子里，他是上主，你们的上帝。就是透过这8天当中，全家人好像一起去露营，全家人好像一起去搭帐篷。这8天，全家人一起做刻苦的日子，但是又是欢欣庆祝的日子，来教导教育孩子、孙子、下一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欢欣庆祝？我们本来都是那个有罪的羊，都是那个罪的仆人、罪的奴隶，但是是因为耶稣让我们罪得到赦免，耶稣成为祭物，成为祭司，耶稣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新的一年开始庆祝的日子。8天祝棚节。而我们的新年，好，这几年来我们的新年，好，今年的春节有几天？9天，好，比犹太人还怎样？还多了1天。这9天你要怎么庆祝呢？好，吃饱，好，然后你要吃饱睡饱，天天睡到自然醒。好，这不是按照圣经过新年的方式。按照圣经过新年的方式呢，好，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献祭悔改，第二是要刻苦己心，第3是不可做工啊。好，说一次，第一个是献祭悔改，第2个刻苦己心，第3个不可做工。好，有写在周报的第3页。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好，也有提到这3件的事情。这是从吹角节一直到祝棚节当中所要做的。所以他们真的就搭起了枝子，好，过去好，全家人在一起，把1年来的工作的成果放在帐篷当中，好，一起在那边吃住。记得他们都不是生下来就这么祝福的，
要记得，他们不是生下来就穿金戴银，享受住在豪宅，好能够有这样的幸福的生活，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赦免，因着耶稣基督，他才能够享受1年365天幸福的日子。但是在新年开始，他们要回到刻苦己心、献祭悔改、不可做工，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3个好重要的日子，好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构成了整个犹太人新年的一个主体。而我们的新年的主体呢，好可能都是围炉啦，好然后回娘家啦，好一点的会参加教会的新春礼拜。你有参加过教会的新春礼拜，请举手。有参加过的，好请放下。好，那没有参加过的，好你也可以好在今年好学习来参加新春礼拜。你说我要回到中部，回到南部，我要出国，你也可以在中部南部参加你家最近教会的新春感恩礼拜。在新的一年称义，在新的一年蒙福。虽然我们错过了跨年祷告会的机会，但是你还有新春感恩礼拜的机会，如同犹太人，不管是吹角节、赎罪日，或是住棚节，是要让我们的一年能够活出像苹果的甘甜，像蜂蜜一般的甜蜜，让我们的新的一年是能够甜甜蜜蜜。因为我们跟上帝有称义，就是有和谐、正确、美好的关系。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不是忙着开始上班、开始工作、开始赚钱。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应该要安静下来，如同犹太人听到吹哨角的时刻，他就要敬畏神，就要开始来思想和改变。我们来读去年罗马书所读的12章1到2节，再起来读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相信在今年你会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你真的相信的，请举手。好，感谢主。好，请放下。好，你那个越相信的人就会越快举手。好，但是你还慢慢的好，就是有一点相信。好，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你相信，上帝就能够成就。但是你怎么知道上帝会在今年祝福你呢？因为你的心意要更新变化。被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而更新变化，就是呼叫阿爸父，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所以我本来决定我今年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但是因为圣灵的更新，让我决定今年是神的一年。今年我要尊荣神，我要来荣耀主，所以我要按照神的祝福来跟着神一起来同行。你就会在这一年当中去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过新年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刻苦己心，刻苦己心，他们会用禁食的方式。所以刚才讲到赎罪日，牧师也鼓励大家在过年前、过年当中、过年后，你也能够有一个刻苦己心的禁食。不要每天都吃这个年菜，我每天都吃这个buffet，每天都吃到饱。过年后呢，每个人都胖了1圈。好，在过年的前或过年当中，你能够刻苦己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写灵修的笔记。你能够在早上起来的时候读神的话，把你一天要最重要的事情先列出来，然后就为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好好的去做。其他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那么计较了。如果不是你那天最重要的事情，你就 let it be， 照上帝的旨意，不是照我的意思。好，这个是写灵修笔记的帮助。但是刻苦己心禁食，神所喜悦禁食，在以赛亚书57章、58章有提到的几件事情，使欺压的得自由，使饥饿的得饱足，使困苦的人得满足。好，这是基本的。好，再讲一次，使欺压的
得自由，使饥饿的得饱足，使困苦的得满足。所以在过年期间，你的刻苦己心，是为了身边有没有人受到欺压，有没有人正在挨饿，有没有人活得困苦。你领受上帝的苹果、蜂蜜、丰盛的祝福，你要去帮助他们。当我们这样子做，每次你来敬拜神，在安息日的敬拜，每次你来上帝的面前，都是可喜乐的，甚至那个圣日是可尊重的，就会以神为乐。新的一年要与神同行。我们从1月份的利未记到12月的约翰3书，这一些的书卷都是上帝已经帮我们安排预备好，也是我们在迦南教会当中一起要来，不论是透过共读，或是透过写灵修笔记，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能够与神同行。而我们也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祷告，每个月第一次的祷告会叫做333祷告会，请大家说一次。333祷告会就是在每一个月，好，我们没有知道大家都很忙，好，礼拜3祷告会，礼拜4还要上班，但是你好歹至少1个月1次来参加祷告会，会不会很过分？不会很过分。好，1个月1次的祷告会，90分钟的时间，透过敬拜、赞美、见证、分享、圣经的教导，以及诗歌的敬拜，还有为那个月的主题来祷告，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好，所以今年第一次的333祷告会，好，是在1月8号来的这个礼拜3，就在这个地方。好，在这，所以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椅子不要收起来，好，椅子不要收起来。好，记得礼拜3好回来这里参加祷告会，为财务祝福来祷告。为什么要为财务祝福来祷告呢？如果我们在财务上贫乏，这一年吃不饱、穿不暖，住在台湾，好，你还要靠这个政府的中低收入来生活，你没有办法享受一个自由、财务自由的蒙福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很难去荣耀神。但不是说这些领中低收入的就是上帝咒诅，而是我们要去找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点和那挣扎的地方，能够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全能，能够突破，让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祝福的命定当中，能够去帮助那受欺压的，帮助那挨饿的，帮助那困苦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先蒙福？是为了要祝福人，才能够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要成为那个施的人，就是你要自己先能够蒙福。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跟他说，333祷告会让我们一年更蒙福，333祷告会让我们一年更蒙福。在新的一年，教会有很多的目标，其中有2个，一个就是我们有60位的洗礼加入会员，一个是我们能够有60位的小组长。好，60位的洗礼，在今天的第一场礼拜当中，好，刚才就有9位，好，大人小孩总共有9位，好，所以今年还差几位？还差了51位，好，有没有信心达成60位？而我们的小组长，我们在上个礼拜天的就任有47位，还差几位？13位，有没有信心来达成？只要有说出来就有信心。60位的洗礼，60位的小组长，好，是上帝要让教会长大的一个过程。当我们能够有60位的洗礼之后，我们就相信上帝能够让迦南教会有100位的洗礼，相信吗？一年当中，相不相信？相信。当我们能够达到有60位的小组长，上帝要赐给迦南教会有100位的小组长，相信吗？相信。因为我们看到从30到60到100这样子的跳跃，所以不是30、60、90，是30、60、100。因为马可福音第4章，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接着呢有100倍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在迦南教会60周年，看见一年里面能够有60位的洗礼
能够在迦南教会60周年，看见一年里面能够诞生60位的小组长，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跟上帝求，上帝让我们迦南教会能够有100位的洗礼，有100位的小组长。阿们。感觉大家信心缺乏，相信会有60位的小组长和60位洗礼的，请说阿们。好，感谢主。而迦南教会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事工。好，首先是3月，我们要去德国宗教改革，好12天。好，那在教会的礼拜堂，好，我们有这个宗教改革的行程介绍，里面有关于这个德国的12天的景点，你可以好好的去研究、去了解。这每个景点都是500年以上的意义，就是在这500年来，对于基督教教会的影响深大。为什么人人皆祭司？为什么不再透过利未记这些祭司亚伦的家族，才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因为马丁路德重新定义了因信称义，人人皆祭司和唯独圣经。所以这12天当中，会去到马丁路德他翻译圣经的地方，会去到马丁路德他出生的地方，会去到马丁路德他读神学的地方，会去到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迦南教会也是10月31号设立，在那个威登堡的门口写下了95条，跟当时的教会挑战辩论，为什么教会有要悔改的地方。这就是在新的一年，我们有这样的新的计划，但是旅费要多少？163000，早鸟优惠可以少6000，缴现金再少2000，可以变成155000。但是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祷告，先要怎样？上帝让我们有时间，还要能够有金钱，还有时间有金钱，还要怎样？有体力，你才能够去完成看起来不可能的。但是呢，调动一切的是上帝。你觉得不可能，好，你就这一年当中就不可能。但是你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就凭着信心，好，把这本带回去，跟上帝来祷告。好，但是抱歉没有办法，一人一本啊，一个家庭一本，好好的来读，好好来祷告。为什么上帝要让迦南教会在60周年去到德国？好，跟马丁路德来走他一辈子。好，马丁路德走了20-30年。我们只花12天就把它走完，好，来看看神要带领我们走因信称义的道路，以及好，在今年好迦南教会没有去德国的人，你也有机会参加迦南环台之旅。什么是迦南环台之旅呢？我们会安排在4月份，好，会用4天3夜的时间拜访迦南，好，全台湾的迦南教会。由桃园出发，好绕一圈，好去到台南、屏东、花莲的迦南教会，同时我们会拜访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好会去看这些信仰台湾的属灵的重要的发源地和诞生地。好，淡水我们在去年去过了，好，所以今年我们就不再安排。我们会去看全台湾这些信仰发源的地方，透过4天3夜坐游览车啊，好，所以我们每一个梯次是只有40个名额，好，4天3夜，好，在4月份的时候，另外我们还会在5月份母亲节过后17、18有一个全教会的退休会，2天1夜，好，会去到云林的古坑，好，这是一个占地好几十甲好的一个营地，好是一个灵修会，是一个会馆，好是一个会馆，我们会把那个地方把它包下来，好，同时我们在那边办2天1夜全教会的退休会。我要问的是，如果你在这一年当中，上帝没有给你财务的祝福，你怎么去缴这些的报名费呢？如果在这一年当中，你还是做牛做马，很辛苦的工作，加班熬夜，没米没粒，你要怎么样去跟着教会一起去到德国，去绕环台？你要怎么样能够参加古坑的退休会呢？重点是你要凭信心抓住上帝的应许，不要按照自己的力量，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经验。明明上帝要给教会的祝福是这样，但是说上帝不用这些都不用，我只要吃我的罐头就好。
我只要吃我的饼干就好。上帝要给我们丰盛的宴席，但是我们的信心只说上帝，我只配得吃罐头，我只配得吃清粥和小菜。有没有信心在新的一年与神同行？有没有信心？要祷告，要开口，要跟上帝来求祝福。没有钱的，好，求上帝赏赐金财，因为金是银的，金银都是神的，得获财的力量是神所赏赐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求上帝给我们有信心，在新的一年，把上帝要给教会的祝福都能够打包带回家，能够分享给人。阿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因信称义，人人皆祭司。记得利未记前面16章，祭物、祭司和赦免这3件事情。祭物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祭司就是要学习刻苦己心，如同耶稣大祭司，要信心坚强的，也要分担那信心不坚强的人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彼此成为祭司。马丁路德不会因为他自己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到处去定人家的罪，没有，他只有定了那95条，然后说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辩论。但是他不是去定人的罪，因为他知道他也没有资格去定人的罪。而那真正的赦免就是不做工，你没有做工，你是白白得到恩典，白白得到赦免。我没有特别做什么，但是上帝就为我预备今年所有的报名费。我没有特别的去努力什么，但是上帝愿意赏赐我，让我有信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相信当你展开踏出信心的一小步的时候，上帝就会带领我们走信心的一大步。我们就会看到罗马书所说的，我们会成为活祭，是神所喜悦。我们会成为信心的勇士，我们会彼此的照顾，我们会欢欢喜喜的到神的面前，能够同得安息。好，那个同工不要再搬椅子了，拜托，好，不要再搬。在新的一年，我们灵命要更平安，心情要更喜乐，身体要更健壮。我们要为台湾加油，为迦南教会来加油，为我们自己来加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赐给我们眼前新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来到迦南教会，看见上帝已经为我们规划预备这一年是蒙福的一年，是得胜的一年。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经验过、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是上帝，你不是要我们胆怯，不是要我们害怕，而是要我们勇往直前，而是要我们拿出信心，紧紧来跟随耶稣。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从那山顶上，再钉在十字架上，被摔到山底下，粉身碎骨，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主耶稣，谢谢天父的爱，我们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领受的是儿女的心。我们在你的面前呼叫阿爸父，不是照我们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愿你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得救的心相称，让我们能够结出和平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让我们能够使人和睦，更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能够身心灵都健壮。在此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尊荣，愿神的名得高举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请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来敬拜我们的神，献上尊荣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父神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耶稣基督，荣耀父神。耶稣基督，荣耀父神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
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献上尊荣，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我们从头再一次，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耶稣基督，荣耀父神彰显，救赎每一天都是赎罪日，每一天都是吹角节，每一天都是新年。现在就是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时刻，此时就是得救的时刻，此时就是神赐恩典的时刻。献上尊荣，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献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更大声的说：主，我要献上尊荣给你，献上尊荣。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从日出之地，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唯有你名被尊崇伟大。最小部落到最大国家，凡有气息都归荣耀给你。日出之地，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唯有你名被尊崇伟大。最小部落到最大国家，凡有气息都愿荣耀给你。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愿你崇高，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愿你崇高在全地，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是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新的一年是一个得救的日子，是一个你将万物更新的日子。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一切，使我们能够除旧布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要成为新的。今天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今天就是我们称义的日子，今天就是我们要开始与神同行成圣的日子。主啊，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祝福我们在财务上能够领受祝福，让我们有信心跨出一小步，不论去到德国，或是环台，或是去到古坑的退休会，让我们能够施比受更为有福，让2025年比2024年更加的领受上帝的祝福。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的神。软弱的你要加添力量，贫穷的你要赏赐能力，你要使我们成为富足和刚强。愿上帝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每天在你的话语上面领受信心，领受祝福，直到上帝的应许来成就那日为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
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在新的一年因信称义，能够与神同行，领受祝福，施比受更有福。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是唯一拯救，一生的依靠。他名是永在的福，和平的君，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直到永远。我们开场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新的一年是蒙福的一年，在我们要结束今天聚会离开以前，祝福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新的一年是大大蒙福的一年，新的一年是大大蒙福的一年。愿神祝福大家，也欢迎参加礼拜3的祷告会。我们下周见。